唔該先，我呢度得啦。係。有第二款，你兩隻手揸住一齊揸住眼鏡，你兩隻手一齊。俾我啊！係啦，又得。寶誕經費熱心捐助5000蚊以上嘅名譽顧問。咁而家首先呢，我哋有請我哋梁船灣天后宮值理會嘅正副總理啦，值理會永遠名譽會長，梁船灣女屋同鄉會正副會長、會務顧問，梁船灣各村代表陪同我哋今晚嘅主禮嘉賓到台上就座嘅，以及恭請西貢遊艇協會副主席何志輝先生，有請咁多位。我哋請梁船灣天后宮值理會嘅副總理馬水佑先生同我哋致辭，有請馬生。
區議會吳士福，西貢開市委員會駱水生，西貢區議會陳權根議員，西貢郵政會主席何志輝先生，各位善眾，各位水陸鄉親，各位旅遊僑領，非常高興和多謝各位能夠前來參加羅田灣的天后寶誕。每一屆天后寶誕本會都得到大批善眾前來參拜祈福，而且更得到各軍善眾和水陸鄉親和各僑領大力支持，為咗感謝各位對本村支持和偉大，今晚特別舉行一項致送紀念品儀式。紀念品係致送俾名譽顧問。今日更舉行天后七海巡遊，空前盛況，場面壯觀。天后七海巡遊是本灣傳統習俗，是全港獨一無二嘅慶典。唔單止咁簡單，有善眾前來參與慶祝，大批傳媒和新聞界朋友前來採訪，足以證明本灣天后宮的歷史文化價值。今日舉辦天后齋陪宴，希望各位善眾食物老人家天福天壽，細路仔食個快高長大，個個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。最後本人代表大會再一次多謝落座本會各名譽顧問，咁多謝西貢吳士福、西貢康市委員會駱水生，西貢議員陳權根議員，何志輝先生在百忙之中前來指禮，最多謝大家身體健康，萬事勝意，更加多謝各位。好，唔該晒馬水友先生。好啦，其實而家咧，我哋想啲工作人員可唔可以幫我哋開少少風扇吹上個台嗰度咧？唔該晒嚇。好啦，繼續咧，我哋請我哋嘅主禮嘉賓西貢區議會主席吳士福 SBS 太平紳士同我哋致辭。唔該，福哥，有冇準備㗎？我份稿有㗎。江水三會長、各位鄉親、各位父老，今晚我非常之高興能夠喺度參與貴村嘅一年一度嘅盛會。剛才馬副總理已經講咗今日我哋糧船灣嘅傳統文化嘅歷史。除咗呢個得到我哋村民嘅擁戴之外咧，呢個傳統文化亦都係我哋香港嘅有關傳媒係好重視嘅。喺今日嗰個馬輪出遊，變咗吸引到好多善信去呢個崇拜之外咧，咁得到各界嘅傳媒去宣揚。所以我話新嘅未必一定係比舊嘅好嘅。我哋中國好重視就係我哋嘅傳統嘅文化。又如我哋一年一度嘅西貢糧船灣慶祝寶誕，除咗我哋各位鄉親喺香港嘅努力之外咧，亦都得到我哋海外好多鄉親父老能夠喺度翻嚟喺度一齊慶祝，呢個足以證明我哋大家嗰個團結為社區嗰個精神。呢個咁好嘅傳統咧，我都希望大家一路緊傳統呢個發揚光大。最後咧，趁呢個好日子，祝在座各位家庭幸福，心想事成，個個都笑口常開。多謝。好多謝晒吳士福主席，多謝晒麻煩可以走翻咪。OK，望一望 video 先。OK。好啦，咁多位到我呢度啦，我呢度。OK， 1、2，幾多張？OK。
續欣賞由明之星劇團同我哋演出嘅《紫釵記》喎嚇。